咁如果咧有啲女仔覺得着中國領着得唔好睇，因為其實中國嗰啲旗袍領咧就唔係好適合頸短嘅女仔嘅，因為有時着咗上去咧會好似冇一條頸咁樣。咁所以另外一個選擇就係話，如果唔着得唔好睇嘅話，可以試下呢種嘅另外一種嘅cutting 就係掛頸嘅，因為呢啲入膊款咧有時咧就會望落去比較性感啲咧，因為唔係包含晒啦。咁頭先嗰款就有少少袖仔嘅，咁就可以遮咗少少手臂。咁但係如果譬如個膊頭係靚嘅，或者手臂係幼嘅話咧，可以考慮下着呢一類型嘅 cutting。咁呢件衫就係lace 成件 lace 釘嘅fully beaded 嘅，咁就係另一個選擇嘅顏色啦。因為頭先講過，譬如紅色，如果唔係個個都着到紅色嘅話，可以試下譬如桃紅色。其實呢個色就會比較容易着好多嘅，因為紅色其實比較蝦人着。咁同埋好多女仔都會話，可能我成世人都唔着紅色衫嘅。咁但係反而桃紅色我就覺得會比較紅色會容易接受啲咯。咁另外呢件衫佢嘅特色就係佢個 train 啦，因為其實有時我哋會睇翻，譬如話呢件衫係咩時候着嘅，即係譬如敬酒咁講啦，亦都要考慮翻。如果你係諗住係逐台去敬酒嘅話咧，咁就唔好揀呢個尾太長嘅，因為如果唔係好易俾人踩親。你哋知道敬酒嘅時候好多時會有幾個人圍住你一齊去敬酒，咁所以反而呢一類型嘅衫咧，可能係送客啊，又或者如果你喺台上面敬酒嘅，咁就會好靚，因為有啲尾咧，有時望落去感覺咧就係即係會隆重啲咯，成件衫。咁再係呢個 cutting 嘅背脊啦 ，show the back。咁係一個係低嘅 low back 嘅，咁其實即係當然啦，掛頸嘅款再加埋 low back，其實好性感嘅。咁但係就一定要個背脊個線條好靚，咁就會着得好睇咯。